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9号第41点台语新闻。今仔日呢，受到这低压地带影响哦，这中南部地区天气无稳定。气象局目前是针对着台南嘉义地区发布着大雨特报，高雄、屏东更加是爱提防超大雨。气象局也启动着低压特报大会记者会，咱来听一下最新的讲法。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了。但今明2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从南海随着低压带北上的水汽。预计今明2天，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将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出现。那因此，气象局也在今天的上午8点半启动了豪雨事件的加强作业，要提供大家更详细而且更及时的降雨资讯。我们先从天气图上来看，第5号台风目前已经北上，逐渐要往韩国的方向移动。而今明2天，台湾是位在一个大低压带的一个范围内。那可以看到，台湾的南侧其实是充满水汽的一个南海的区域，因此呢，这些水汽预计在今明2天会逐渐的往台湾方向输送，并且也伴随着西南风增强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目前在南海地区已经有旺盛的对流在发展。预期这片的水汽带潮湿而且不稳定的水汽带，从现在开始就会即将逐渐的往台湾方向移动。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像这样子的环境条件下，是容易会有中尺度对流系统发展，容易会带来一些比较不稳定的短时强降雨以及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的现象，因此在今明2天要提醒南台湾以及中南部、东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些剧烈天气的现象。那我们从定量降雨预报上来看，今天上午是整个水汽从台湾南端逐渐接近的一个过程，因此今天上午也是一个降雨逐渐增加的一个过程。那降雨明显显著增加的时间，预期会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并且一直整个比较明显的降雨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除了刚刚提到的由海面上移进来的较强的对流可能会对中南部的平地造成影响之外，在西南风增强的情形下，因为跟地形会有交互作用，所以在中南部的山区预期会出现比较持续性而且剧烈一些的雨势，要提醒中南部山区的朋友特别注意。那整体明显的降雨就是从今天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持续1天，预期降雨缓和的时间应该是主要会在明天的晚上之后。那我们在这次的降雨事件中，要提醒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在高屏地区，降雨可能会是最显著的一个范围。那另外在嘉南地区以及台东跟南投的山区，也是需要注意显著降雨的一些区域。最后，我们也还是要提醒，今明2天在南部跟东半部以及基隆北海岸的沿海，仍然会有长浪的状况出现。在沿海活动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同时，因为今天仍然适逢大潮期间，可能会不利于沿海地区的排水，因此也要特别提醒南部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特别防范淹水的一个现象。